患咗腰椎間盤突出以後咧，腰痛、屁股痛、腳痛、坐住痛、行路亦都會痛，然後就食藥、理療、針灸、按摩。聽我一句心底話，唔好擔心，教你兩個唔使錢嘅小方法。第一個就喺腰痛急性時候咧，你冇必要每日去醫院做咩理療啊、按摩啊，都行唔到路，甚至乎要揸拐杖、坐住輪椅，仲要一次又一次跑去醫院咁辛苦。咁你不如老老實實喺屋企入邊記住呢3步，唔使長時間坐，唔好推拿，唔好喐動。呢個時候我哋要做嘅咧就係瞓喺床上邊靜養，少啲落地，可以正面仰睡，亦可以側住睡。正面仰睡嘅時候咧，我哋喺膝頭下邊放一個小枕頭；側住瞓嘅時候咧，我哋喺兩個腿之間亦都放一個小枕頭。呢個就係國際腰椎協會首推嘅保守療法，可以減少30%嘅椎間盤壓力。咁樣瞓1到2週咧，大部分嘅腰椎間盤咧都可以得到緩解。第二個喺急性期過咗之後咧，腰唔係好痛啦，咁呢個時候咧就要開始鍛鍊啦，強化腰背部嘅肌肉群。腰部嘅肌肉如果有力咧，穩定性好咗，係唔係腰椎間盤壓力就少咗好多呢？所以一定要鍛鍊，預防椎間盤復發。我最推薦3個動作，而且有順序嘅喎。先做抱膝壓胸呢個動作，再練5點支撐。練好咗之後咧，再練平板支撐。你每日早上瞓醒之後，先唔好落床，先練一練。晚上瞓前咧，再練一練，堅持3個月，你會有意想唔到嘅變化。